洗碗機嘅理性選擇。喺英國，大部分家庭都有洗碗機，而且每日用。唔少港人仲戲稱佢為家庭和諧器。可惜仍然有唔少香港人嚟到英國之後堅持手洗，以為自己洗先乾淨，結果又辛苦又浪費，更加同英國嘅生活成本結構完全唔合。先講食水，英國嘅水費貴，差唔多係香港嘅5倍。手洗一次要用30-40公升清水，冬天仲要先放走冷水先有熱水。相反，一部 A 級洗碗機，整個 cycle 只需92公升，每日手洗比機洗多，浪費20-30公升，一年額外嘅水費輕易可以達到幾十英鎊。喺英國，手洗碗碟只會將錢白白倒入渠裏。再講能源，用多咗熱水，自然都用多咗天然氣或者電力，而且手洗時水溫一下就降，太熱又燙手。只能用溫水勉強沖走油污，既耗能又效果唔好。洗碗機就可以長時間維持60攝氏度以上，高溫配合強力水流循環，殺菌除油都比手洗徹底。坊間以為機洗唔乾淨，其實只係舊觀念。機器嘅清潔能力遠比幾個回合嘅手洗可靠。另一個根深蒂固嘅迷思就係以為碗碟入機前一定要先沖乾淨，其實完全唔需要。洗碗定入面嘅酵素本來就係設計嚟分解油污，只需要戳走碗上嘅大塊殘渣就得，唔使用水沖。如果覺得唔夠清潔，應該喺洗碗碟機嘅預洗 pre-wash， 或者直接喺機入面加少量洗碗粉或者液體，讓初段嘅水流先軟化污漬，煮洗時就可以更徹底。時間都係一項成本，手洗一餐碟，洗、沖、抹、放至少10幾分鐘，每日2餐，一個星期就係1個半小時。洗碗機就係放好碗碟，按鍵走。真正釋放嘅唔係水電，而係生活本身。家務最容易引起爭拗，機器替人接手，自然少咗無謂嘅火氣。呢個都係洗碗機被稱為家庭和諧器嘅原因。要讓洗碗機發揮最大效能，保養其實唔複雜。喺水質偏硬嘅地區，每3個月一次除垢，可以保持加熱效率。除此之外，無需多做咩。洗碗機本來就係要令生活變得更輕鬆。環保從日常做起，廚房係家庭用水嘅大戶。若全國家庭都由手洗改為機洗，節省嘅水電足以抵消部分工業排放。洗碗機唔係奢侈，而係理性；手洗唔係勤力，而係固執。喺英國，水費、電費、時間都貴。將碗碟交返俾機械係最划算、最文明嘅生活方式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、訂閱胡思棟明頻道。下次再見。